好，到第13題啦。咁咧，其實呢度有個好重要嘅字嘅就係補貼啊。一關補貼即係關供應增加時，一供應移動咧，其實我哋就唔會睇供應彈性啦，因為供應已經移動咗啦嘛，我哋就淨係睇需求彈性嘅啫。咁需求彈性咁其實咧就可以剔咗呢兩個先啦。咁睇下係細定係高彈性嘅啫。咁點樣計啊？其實就係需求量變動嘅百分比除翻價錢變動嘅百分比，睇下係唔係大過1啦，加個絕對值喺隔離。咁其實咧我哋用翻最基礎嗰條式就得㗎啦，因為唔使計到咁準確嘅。因為點解？其實我哋只需要計到大過1，其實就得啦。咁你其實記得翻呢條式啦，即係需求量新減舊除舊乘1%，價錢新減舊除舊嘅 percent， 其實就已經夠做㗎啦。因為咧，你會發現其實佢需求交易量增加咗60%，咁其實等於需求量啦。咁需求量增加咗60% 嘅話，其實佢會細過，會大過佢價錢變動嘅 percentage。咁其實你知道呢個其實已經係得出佢大於1啦，大於1即係高彈性，更加敏感。咁其實答案就出到係 A 啦。